你的脸型很好，不需要动刀。医生，我并不想开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我的下巴更尖一点，脸上轮廓更好看一点呢？你如果一定要做调整的话，脸部嘛，打一些瘦脸针和轮廓针。下巴，我可以给你注射一些药物，起到填充的作用。好，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呢？我想快点，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注射，让你做一个完美的新娘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结婚？对啊，请柬不是给你们家送过去了吗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说结婚就结婚的？我奶奶年纪大了，想抱曾孙子。那真爱呢？不找了？真爱继续找，婚呢该结结，结完婚呢该怎么玩怎么玩。没那么简单，结婚了，宝贝儿。结婚呢就是安抚我奶奶的心，我奶奶开心了那就好了。至于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喽。以后再说。好，作为兄弟，我配合你。过2天，我也结个婚玩玩啊！够意思。我的脸到底怎么回事？何小姐啊，根据检查的结果和观察，可能你自身对于注射的药物十分的敏感，再加上你的免疫力低下，以至于引起过敏的反应。就是说我被你们毁容了，是不是？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嫁的是谁？你赔得起吗？何小姐啊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。这种药物在其他人身上注射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反应。这次的事情啊，是个意外。不要跟我谈什么意外，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何小姐，你别着急啊。现在我们医院无法对您的脸部过移的情况进行处理，但是我们省外的总部可以处理这种情况。这样我们会负责手术的全部费用。不要再说了，你就告诉我，我的脸到底能不能恢复？能。或许比以前更好一些。完了，今天做手术啊！对呀，手术顺利啊！谢谢。哎，经理来了，我今天情况蛮好的，放心吧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妍希来了，这个客户顺利，是啊，加油！好嘞，妍希，验收好了，谢谢。小叔，妍希，嗨，哎，妍希，谢谢，太谢谢了，快点。妍希，你又来看阿姨啦？对呀。哎，妍希，吃饭已经挂好了，这还没洗澡呢。我来就好啊，谢谢。爸，你睡醒了没有？刚才我今天给你做的是什么汤？当当当当，猪肚汤，高不高兴啊？妈妈，你是大懒虫啊！妈妈，今天打工的那家店老板给我涨了工资，觉得我表现特别的好，以后呢我就有更多的钱给你买好吃的了。喂，贺锦熙。你好久都没看过妈妈了，
他不是一直都那样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个时候妈妈对你多好啊，现在她生病了，你对她不管不问就算了，你还这么说她，她知道多难过。行了，我今天找你出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妍希，我这次找你出来，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？西城啊，医生又要去找你那些狐朋狗友们玩啊？哎呀，奶奶，瞧您说的，司徒他们可不是狐朋狗友，他们可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儿。哥们儿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整天还这么外头乱跑，你自己的婚礼你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这婚礼不是有你和方叔他们吗？啊，哪儿还用得着我呀？怎么用不着你呀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哎，奶奶，咱们可是说好了的，只要我答应结婚，我出人，其他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交给你们。啊！我什么时候这样跟他说？哎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你这孩子，奶奶，我快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，拜拜。哎呀，新城，你看这孩子，永远长不大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成家立业，等少爷结了婚，有少夫人管着，就会好起来。哎呀，但愿如此吧。不行，我绝对不会替你骗人的。为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姐姐，就这么点小事你都不愿意帮我？你还知道你是我亲姐啊？我们两个人分开了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想到见面的第一件事你就是让我去替你骗人。你现在脸不好，你跟别人说清楚就可以了，婚礼可以改天再举行啊。那你为什么非要用骗人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呢？你懂什么？你知道我要嫁的人是谁吗？那是神龙集团的顾西城。我运气好，被顾老夫人选上了。要是因为这件事退出婚礼，婚事也许就会黄了。这个忙我帮不了你，我还要照顾妈妈呢。苏妍希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妈妈醒过来吗？如果你答应帮我这个忙，我就把妈妈带走，就给她治病。我有个朋友告诉我，现在有种新型的治疗方法，能够唤醒植物人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回去查一查。我知道了。人在江湖飘啊，谁能不爱到啊？两刀赶死你呀，四刀赶死你呀！你去那边玩去。来，进去。听我说，人家长得很漂亮，这么主动投怀送抱，拒绝人家不合适吧？就是啊。你等你结了婚以后，就没这种好事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说结婚的事儿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姑娘一看就是有目的的心机婊，想套住我，对不对，安娜？对，就是想套路你。我的天哪，人家太天真，没有看出来全是套路啊！全是套路，净套路一杯。来。你真的会带妈妈去看病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我妈妈呀。只要你能够答应替我结婚，好好听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带她去看病。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一定会让你和妈妈过上好日子。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这段时间照顾好妈妈。没问题。不过你也得跟我约法三章。约法三章：第一，在顾家期间不能暴露你的身份；第二，不能跟顾西城假戏真做；第三，
只要我回来，立刻调换回来。你放心吧，这些东西我都不下，我只是想让妈妈早点醒过来。希望你能够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记住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何锦熙。但愿贺锦熙说的是真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治好妈妈的病呢？希望他们快点回来吧。少爷的电话一直没人接。这孩子，今天结婚，昨天晚上还出去喝酒去，连个人影也找不到。再继续打。是。老夫人，怎么样？少爷电话关机了。关机了？那今天的婚礼啊，只好取消了。这不合适吧？等一下。既然顾小姐来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等一等，不要废话，不就是想要这个吗？给你就是。老夫人，媒体那边我已经派人要求他们封口了。您放心，今天的事情不会有不利的消息放出来的。嗯，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当儿戏。幸亏处理得及时，要不然啊，我们顾家明天就要成了全城的笑柄了，说不定公司的运营啊还要受到影响呢。这个您不用担心。今天到场的客人，我都逐一打过招呼，不会有事的。他人呢？少爷说今天新婚要跟朋友们庆祝庆祝，出去了。出去了。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Oh no， 这是66.6度，快要焚化我的眼珠。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汗水被那雨水冲走，结束40天的折磨，头一转变成了绿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上有一个苹果。
今天可是你新婚之夜啊，你玩这么嗨能行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结婚就是为了我奶奶，我现在完成任务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撒开了玩，不醉不归。等桂生回来敲门的话，我就告诉他我睡着了，听不见。如果他敢来硬的话，我就打死他。也不对啊，我现在是贺锦熙啊，那顾西城是贺锦熙的老公，我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破坏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？还有老夫人，老夫人要是看见了，该怎么解释呢？当初怎么没想到过这些事儿？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西城昨天一晚上没回来。啊，是。孩子，昨天让你受委屈了。等西城回来啊，我让他跟你认错。没事的，老夫人，我没关系。少爷回来了。方叔，奶奶早。哎，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？奶奶，昨天跟司徒有个聚会，喝的有点晚了。聚会？奶奶，我一晚上没睡，我先上去睡一觉，有什么事儿起来再说。你回来！谢谢啊。谢什么谢啊？又不是给你的，给我奶奶敬茶。老夫人，请喝茶。嗯。哎，好了，奶奶，您的孙媳妇儿也给您敬茶了，这事儿我也办成了。我真的很困，得好好睡一觉。哎，锦溪啊，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今后你要照顾好、管好西城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老夫人。豪门媳妇不好当啊，贺锦熙可真惨。你流氓啊！别吵，别吵着我奶奶，把门关了，窗帘拉上，我要睡觉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我有件事要找你聊一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穿不穿衣服是我的自由。可是你不穿衣服，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哟，都嫁到我们家了，还装清纯呢？行，我让你一次，有什么话快说，我要睡觉。是这个样子的，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，之前并不熟悉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们俩…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嫁到我们顾家，不就是为了我们顾家的钱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婚，我是为了我奶奶结的，我是不想让她老人家太失望，所以结婚之后，我也不会尽什么丈夫的义务。说的难听点，咱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我还要找我自己的真爱呢。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
有钱了不起吗？我才不稀罕跟你发生关系呢。太好了，有你这句话。把这份合约签了。第一，女方不得干预男方的私生活；第二，女方不得强行要求同床共枕；第三，女方只具有顾少辉夫人的身份，但是不具有任何实质的权利；第四，行了，别看了。既然你不想跟我上床，就把合同签了吧。你这个分明就是霸王条约，全部都是约束女方的。那么男方呢？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看上你的。把合同签了吧。哼，你这个是不平等条约，我拒绝。那你要是不肯签，就是对我有意思了，想跟我上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。那太好了，这件事先不要让我奶奶起疑心。我们暂时睡一间房，但是你不能睡我的床，你睡沙发。女士优先的道理你不懂啊？要睡是我睡床，你睡沙发呀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再说从小到大我还没睡过沙发。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这什么鬼？分床神器。神经病！我操你！